其实我就是想向大家借点钱周转一下。又去么么哒了？什么么么哒？其实有的时候你温柔一点，其实挺可爱的。我以前也很温柔。一直都喝你的酒，这次让你尝尝我的手艺。这玩意儿你做的？嗯。那我一定要尝尝。好吃。里面是不是放了米酒啊？对啊，我娘教我怎么做的。你娘真的是心灵手巧。今天上元节，公子为何不跟家人一起过节呢？我娘在我12岁时就去世了，我爹去了京城当官，一直也没时间回来，所以家里只有我一个人。对不起啊，公子，提到你伤心事了。没事。哎，怎么没见你提起过家里人呢？你为什么会到我们镇上开酒坊呢？实不相瞒，小春的家也是开酒坊的，只不过我爹把我许配给邻村里长的儿子，我不愿意屈从，于是就从家里逃出来了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还好，这些事情都轮不到我头上。那公子是否有心仪的姑娘？并没有，因为之前一直潜心学习，并没有想过这些。那现在呢？我没有想过会有幸与他相识相守，也没有想到这美好的月色会如此短暂。那个曾经在山中见过我的猎户，竟然认出了我。蜘蛛，蜘蛛，蜘蛛啊！蜘蛛，怎么回事啊？蜘蛛，蜘蛛，蜘蛛啊！怎么可能？妖怪啊！蜘蛛，小春，小春是我呀，小春。公子，你不要再来找我了。他们说我是妖怪，我不想连累你。他们都是胡说，你快出来，我们现在就走。公子，你真的要带我离开吗？我几时骗过你？你快出来，这里已经不安全了，我们现在就离开。小春，你放心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不会离开你。我绝对不会相信他们那些鬼话的。公子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，不管任何时候都会保护我的。桃花开了，等到我们去了新的地方，就去酿桃花酒。听琴，快过来，她是妖精！不可能！你们这么多人欺负一个弱女子，良知何在？你且让开，片刻之后，贫道便可让你看看我们的良知。臭道士，你休想！
病入膏肓。你要干什么？你放开他！干什么？放开他！让开！小春，小春，林奇，小春，你们放开我！小春，放开他！你们把他放了他！放了他！你们放了他！道长，道长，你放了他吧，道长，道长。求求你了，道长，他不是妖怪，你放了他吧，道长，他不是妖怪，你看好了，道长。你放了他吧，道长。公子，你可知这身皮囊并不是他原形，而是杀了原本主人寄宿其中。他的元神应该是一只百年的蜘蛛精。我们这次抓的这个妖孽，还多亏你庇护他的法术啊！小春，不可能！小春，你到底？公子，小春只想做一个普通人，我不伤害任何人。公子，你中毒太深，一定要自己斩断心魔。贫道已将他控制，这一剑必须由你来刺。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公子，公子，动手！公子。
公子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就是，跟大爷说说，让大爷送你去呀。找了这么久，兜了一大圈，终于让我找到几个活人了。桃花过处，寸草不生。只吹30两。我昨天想了一宿，想出了一条妙计。我们应该用所有人的特长去对付他啊！哎，王蒙，你的特长是什么？王蒙，人如其名，当然是蒙人啦。那么胡拐，你的特长就是拐卖喽。好，有一条妙计，我呼之欲出。你们俩把那个娘们儿骗到山上，给人当媳妇儿，怎么样？三郎家，不好意思，我叫胡拐了，是因为我爸是卖拐。哎呀，你们要气死我呀！啊！妙计！主任，你醒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不在这儿，我该去哪儿啊？头好晕，我记得我昨天晚上喝了好多酒，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酒呢？我都收拾干净了。主任，你今天感觉怎么样？要不要继续吸我的精灵以疗伤？不用。鸡呢？这帮小喽啰不想让我吃鸡，把鸡都藏起来了，小气鬼！楚子帮能藏东西的地方没有几个，我一定帮你找出来。站住！我觉得不对劲儿，应该有埋伏。喂，你要干嘛？我也没有，没事。有啊，主任。主任，不可以啊！他们毕竟和我兄弟一场，不可以杀掉他们的，还不快滚！我来修精灵。是，抓住他！没事吧？没事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他一定是不行了，不然昨天打了我那场，我早就没命了。昨天你也看到，是不是？兄弟们都给他打飞了，你怎么解释啊？那你们不是也没死吗？是计谋。
定是计谋。没事，敌不动我不动。他想让我们先出手，然后找借口杀掉我们，这样大当家回来就不能拿他们怎么样了。哎呀！我知道是你，你说。不是我呀，没说话。哎呀啊！怎么了？你说。不是我。哎呀！哎呀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可以帮你对付他们。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听着啊。咕咕咕咕，小鸡。咕咕咕咕咕，咕咕咕咕咕，咕咕咕。谁先来呀？一起吧。水。人呢？人也不在，水也没有了，都死哪儿去了？主任，鸡好了。真被你给抢到了。那个厨房也没什么佐料，我凑合做的，您对付吃。还挺香的。你捂脸干嘛？啊？手拿开。谁打的？哪有？斧头帮这个地方谁敢打我呀？刚才抓这鸡的时候，他看见我抓他，他就跑，我就跟他搏斗来着，让我自己摔的。你，啊，坐那儿。干嘛？哪那么多废话，让你坐就坐那儿。坐那儿。坐下呀。哎，主任，你不用管我，真的，我不想你为我疗伤再耗费你的法力，我真没事儿啊。行了，我再去看看，你找点吃的。站住！我告诉你，我春30娘想做的事情，没有人阻止得了。给我回来坐下，坐下。休息一下。完蛋了！要这些 APP 2周的鞋子，我居然错过了。菠萝蜜，多10点。紫霞仙子在吗？中土速递有您的快件。来了。紫霞仙子在吗？大唐素运有您快件。来了。您好，大话西游快递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柚子蟹 APP， 女人的购物天堂。买东西不用心疼钱包，因为真的好便宜，而且还包邮。哦，啊，好久没洗澡了，真爽啊！你别高兴的这么早，你出的那招不好使，你知不知道？
什么叫不好使啊？你知道吗？现在他们俩是唇齿相依，猪八受了伤，不管春30娘喜不喜欢他，都会把他救出来的。你看，这样一来一往，不管吃多少鸡，也补不了多少，了解了吗？那鸡要被吃完了怎么办？哼，到时候不管鸡吃不吃得完，我都已经恢复了嘛。啊？你们神仙想的就是周到啊！哈哈哈哈哈。小鸡，来啊！谁先来？老子不怕你们啊！这什么？鸡呀，什么鸡啊？母鸡，会功夫啊？应该不会吧？那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我都说了，说自己不小心摔的。还想骗我是吧？摔得摔这样吗？是被人打的？不会，哪人敢打我呀？真是自己摔的。你不说实话是吧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我是看出来了，这帮小喽啰每天拿一只鸡来诱惑你，等你过去拿鸡的时候，他就把你暴打一顿。哼，是不是他们打的？因为他们知道，你回到我这儿来，我一定会帮你疗伤，这样我会消耗我的功力。哼，真是幼稚！你是不是傻？明知道被打，为什么还要去学？因为你是我的主人啊！你想要吃鸡啊？主人，你明知道是这样，为什么还要救我呀？少啰嗦，哪有那么多废话？出来！全都给我出来！一个个鬼鬼祟祟的，算什么好汉啊？出来！出来！你出来！别杀！你们都给我出来！卑鄙呀！你竟然是一个这么下三滥的人！要成大事嘛，必须不择手段。我突然发现你还有男人味啊，有气魄，想做英雄是吧？啊？我一直这样，之前是你误解我了。好啊，既然你不顾兄弟们这么多年的情分，也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什么意思？还钱的！你欠我2两银子，你忘了？行，还钱嘛。还啊，拿出来啊！还你呀！不够数啊！剩下的明天再还。好，这样对不对？对呀。玩这个是不是？玩这个。对呀。鞋，上半年我送你的，还我呀！好，还我呀！好。鞋是吧？还给你啊！头巾，
头巾是我送给你的，脱下来还给我。不惜的要。什么？内裤，内裤是我送给你的，还给我呀，还给我呀，脱下来呀，脱下来呀。给我算这个是吧？好。还给你！嘿，算你牛！上个月的猪蹄，哎，还给我，还给我。钥匙吧，在茅房你自己去取啊。肚子里的，肚子里的。来拿呀！还给我，来拿！兄弟们，听到了吗？啊，拿！你知不知道，我已经放过你几次了？我知道，我现在身后已经没有兄弟了，所以，我问你最后一遍，是不是你想对付我？主任，你没事吧，主任？回来了。谁在那儿？二当家的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等等，把衣服给我留下。把门带上啊！至尊宝，哎呦，这么早就来给我请安呀？我来看看风光无限的至尊宝少爷，如今落魄成什么样了？比你好，你都沦落到跟以前的小弟借钱了，还神气什么？总比你现在没有小弟好吧？你别以为你还是以前的富贵少爷。早前从我家把大夫强行带走这事儿，我还没跟你算账呢。我说，你们隔三差五就叫那大夫去你们家里看病，就这么希望你们家人得病吗？你知道什么呀？那是我们大户人家的保养。哟哟哟！哎呦，至尊宝，我好心资助你，你就现在这鬼样子，难怪现在镇上所有的人都不愿搭理你。你说什么呀？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你说你资助我？只要你给我拉车，这几张银票就是你的了。你一个人从你家门口拉到我家门口，到地拿钱，怎么样？
别太过分了，别以为有几张破银票就能让至尊宝给你拉车。既然美女都开口了，那我再多加点儿，一锭金子，够吗？你当真？本公子说话一向言出必行，说让你有朝一日给我拉车，一定办到。什么时候？明天5时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哈哈哈，一言为定。你干什么呀？真的要去啊？那傻子那么想给我钱，我就拿着呗。刚才多亏了你，帮我多要了一锭金子。我只是看不惯他太不尊重人了。这有什么呀？哦，明天帮我看一下我爹娘可以吗？快点啊！快点儿！快点儿！快点儿！知道吗？这就是不好好读书的下场。咱们家里穷，不比至尊宝少爷。你以后不好好读书，考取功名，以后你连车都拉不上。至尊宝少爷见了后呢，当众给人拉车了，作孽啊！还有风水轮流转，昔日里3千金都不皱下眉头的富家少爷，今天为了一锭金子，卑躬屈膝，可悲何叹呐！我想送他。我让他们快点走！快走啊！走啊！走啊！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谢了。谢我？你谢我什么呀？我知道是你施法，我才能完全感觉不到任何重量，轻松把他拉到他家，拿到金子。被你发现了？哎呀，下次真应该注意点，不应该把重量卸得那么轻，这样弄得太明显了。其实我觉得你挺好，虽然你是个妖怪，但你的心肠还是不错的，不仅不可怕，而且还挺漂亮的。所以说嘛，不是所有的妖怪都是坏的，当妖怪也有好处啊。就拿你今天拉车子的事情来说吧，如果你懂得法力的话，就不至于那么辛苦了，而且啊，还可以直接把地契给要回来了，而且还可以点石成金，这样你就再也不用为家里欠债的事情发愁了。我回了家呀，我就把这金子给我娘，然后再想想办法，说不定这地契就能赎回来了。你还想着用普通人的笨办法呀？我真的是搞不懂了，当个普通人到底有什么好的？虽然麻烦，但是普通人呢，也是可以解决问题的。好吧，好吧，既然你不承认你是孙悟空，或者你根本就不是孙悟空，不过也不是没有别的办法嘛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拜我为师，只要你帮我找到了转世孙悟空和唐僧，我就可以帮你修炼，到时候你一样可以靠自己来解决家里的问题啊。但是呢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们的下落。刚才你不是还说我挺好的，没有那么可怕吗？怎么，还对我有戒心啊？或者，你要骗我？不是，我压根儿就不知道。你说了那什么转世孙悟空，转世什么唐僧，我发誓。发誓？发誓要是有用，我就不会伤心那么多年了。骗子！你们男人都是骗子！走，赶快给我走！我不想再看见你。
你跟那500年前的死猴子有什么？还不走？你不走，我走。给钱！你又不想给钱是不是？吃这么多吗？你少给了个，你也是，你不给那么点，每次都玩的，你给我过手，你得回来。哎呀，不看你，你给我拿出来把那个，你少一颗银子，你给我，看你后悔了，兄弟。什么呀，香蕉？大哥，你信教啊？你也是，你给我拿回来，你以为能躲得过吗？兄弟呀，钱不还，死全家。仔细点啊！妈。我长得有这么抽象吗？哎呀，其实画的还是挺像的。啊？就是这只死苍蝇，没有艺术感就装什么梵高嘛？这画的怎么？李息怒啊，手下的牛回来说呀，这个寻猴骑士刚刚贴在镇上，这不正说明那个臭和尚就在附近吗？对呀，既然这只苍蝇寻死，那我就送他一只。你不要以为你躲得掉，你把这个还给我。大师，我们这一路都贴了17、18个镇子了，乡亲们送来的不是些金丝猴，就是大马猴，甚至连黑猩猩都有了。可是就是没您徒弟啊！我看，要不您放弃吧，啊？大马豪、黑猩猩，它也是豪着的一种。我们起码是有收获的。其次，你作为一个年轻人，体质这么差，是要多加锻炼的。还有，你可能还不知道我和我的徒弟的感情有多么的好啊！让我从头跟你讲起啊。想，大师，您别说话了，您喝口水休息会儿吧。这些事情交给我一人就行。哎，不要！第一，我不渴；第二，我不累；第三，我们一起发传单的话，事半功倍。而且我陪你要说话的话，你也不会无聊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刚才说什么地方来着？哎，我跟你重复说啊，想当初啊，我和我的徒弟那是一个。还有各种各样非常漂亮的早晨。别说了。哎，施主，哎。我跟你讲啊，人呐，不单只是人呐，大家呢每天都要喝够8碗水啊，才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，可以排出身体的毒素。但是我跟你说，物极必反，乐极生悲，有时候水喝多了呢是会中毒的，我就中过毒，很辛苦的。茶呢一样的道理，喝多了不单只会中毒，而且还会睡不着觉呢。大师，你好厉害呀，你怎么什么都懂呢？你这个人。你呀，最大的缺点就是话太多啊！你把说话的时间拿去看书，你就会学到很多的知识。老板，再来1碗茶。死和尚啰啰嗦嗦，喝不死。哎，什么声音？这个声音好耳熟啊！哎呀！怎么了？明明没有喝很多水，为什么身体的反应这么奇怪？肯定今天是话说少了，去交一下水费啊！大哥，差不多了，我现在看见他都想吐，赶快把他收了吧。好。
复活。雨帆。